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7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最近關於房地產的新聞非常少，在內網上面你是不能說房子不好的，你只要說樓市不好就發口罩封殺，所以說網上很少看到說不好的，但是說好的也不多，說樓市要漲的，說楼市现在怎麼着的非常少。為什麼？畢竟閉着眼在那瞎吹喪良心，所以說你在網上看到，不是說把說房子樓市低迷的不好的給它摁下去之後輿論就好了，不是這樣子的，反而是望馬起，吹好的也沒了。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在內網上看一看。當然了，還有一些人說唱衰樓市，這確實是腦子被驢踢了。這個自從恆大爆雷以來，我每天都做一期房地產的節目，通過房地產主要是聊一聊中國的經濟當前現狀，聊經濟。因為房地產目前為止還是國民經濟的吧最大的一塊，上下游加一起還要占20%多，所以聊房地產實際上就是聊經濟。但是有些人也不知道是酒漏魚還是怎麼着，看了這麼多年還在認為是在唱空，就這個智商我倒是建議沒必要到處瞎看，關起門來天天看7點的節目，晚上7點的節目挺好，没必要到處瞎看找刺激啊。認知決定了你的後半生，如果你一直在接受7點的信息，你就不要再去接受別的信息，這樣反而可能過得舒服一點。就像曹縣人民也挺幸福的，勒緊褲腰帶也挺幸福的。我們今天先看一篇報道，都市快報，當然很多其他媒体也有報道，叫千萬級新房2個月狂賣350套，1億元房4套，誰在掃貨杭州？說的是過氣網紅城市杭州。實際上像這種報道都沒有必要介紹，但是我今天還要介紹一下，要讓大家知道，因為什麼1億元的房子、幾千萬的房子跟韭菜沒關係，就像那個愛馬仕40多萬一個的包一樣的，你管人家賣多少，反正跟我也沒關係，你愛賣多少。這種房子也一樣，你一套1個億的跟咱有什麼關係？跟牛馬一點關係沒有。但是為什麼今天要說一下，要知道為什麼還這麼多人來買這種過1億元的房子，1億一套的，都是誰在買？過去短短2個月 A 股已有389家公司大股東完成減持，套現總額高達1188億元。這是都市快報報道的，他說這筆巨額資金流向何處，暫難準確統計，但在杭州等城市高端住宅市場同期出現熱銷行情，引發了一個值得探討的關聯：股權兌現是否驅動了高端住宅市場？誰在買入？杭州豪宅6小龍現場探訪。杭州不僅有這個科技6小龍，還有豪宅6小龍。但是你說這豪宅跟咱們韭菜有啥關係啊？其實沒啥關係。近期杭州樓市中出現了被稱為豪宅6小龍的6個項目：濱江萬天際、中海萬朝九序、建發西湖雲莊、中海海潮九序、奧印世紀軒、濱杭傳奇府。這6個項目均為2025年各板塊的頂尖項目，其中4個已經開盤。它這個4個項目介紹咱就不用了解了。這綜合來看，千萬級高端住宅的購買人群主要分為2類，說一類是杭州本地的老錢階層，新一代住宅在產品力上顯著提升，契合了他們置換需求，因此果斷入市。一類則來自新興資本，如新興產業，涵蓋金融、科創、半導體、AI、新能源等新材料等領域。此外，也有少量網紅以及父母從事傳統生意的家庭，但多數買家未透露具體行業背景。6小龍造富，樓市能接住幾成？值得注意的是，以杭州6小龍、遊戲科學、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處科技、強腦科技、純和科技為代表的科創公司正在扎堆進入 IPO 和融資兌現階段。純和科技今年4月登陸港交所，上市首日大漲144%，市值一度突破350億港元。宇树科技6月1日上會擬募資42億元，估值直奔420億元。云深處科技科創板 IPO 已受理，募資25億元。深度求索最新投前估值已高達45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068億元。融資上市，股權增值，正在批量製造新的高净值人群。以宇樹科技為例，這家去年營收17億元，
出貨量全球第一的人形机器人公司，516名員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旦 IPO 完成，许多年輕技術人員的身家將直接跨入千萬元門檻。這批科技新貴正在成為近期杭州高端買家的一個重要來源。當前科技行業處於風口，頭部公司估值從幾十億飆升至幾百億，上市後持有股票或期權的高管員工開始將數字財富轉化為真金白銀。產業端形成了財富創造，資本端實現了財富兌現，而杭州樓市，尤其是高端住宅市場，有可能承接這波財富沉澱。熱銷是真是假？我們用數據驗證。各樓盤均對外稱熱銷，實際情況如何？我們從真實網簽數據中尋找答案。截至6月5日，位於蔣村的西湖雲莊，4月底及5月初2次開盤，分別完成網簽90%、90%至65%，其中包括4套總價過億元的房源。據不完全統計說，過去2個月，杭州千萬級新房至少已網簽超過350套，其中總價過億元的就占到4套。手握數千萬元乃至上億資金的購房者，幾乎可以用一窩蜂出動來形容。這一成交密度在近年來杭州高端住宅市場也屬罕見。不過媒體說了，高端住宅熱銷不等於樓市回暖。這些高端住宅多賣幾套，就跟那個古奇40萬一個的包多賣幾個沒什麼用。這個什麼百達翡麗或者什麼表的300萬一塊的表多賣幾個沒用，把這個房子當奢侈品賣，那你只能是小眾。所以說高端住宅熱銷不等於樓市回暖，這是媒體說的，都市快報說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端住宅熱銷同時，杭州多個項目還設置了動輒大幾千萬的驗資看房門檻。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分析，高驗資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營銷信號，向市場傳遞出樓盤的稀缺屬性與高端定位。這也表明杭州高端住宅市場仍有一定的空間。限購政策放寬後，杭州可能會虹吸部分外地資金，典型表現就是頂尖項目熱度較高。這個都是想多了，杭州還虹吸外地資金，為啥不去上海？這有點這個叫什麼？叫自賣自誇。我是外地人，我手上要有1個億，我要買房子，不可能去杭州買，我肯定去上海買，這就不用考慮，你不用反駁啊，沒必要。不過以上海為例，總價超過3000萬元的房源關注度已有所下降，疊加購房資格限制，這一價位段的房子實際上已經在降溫。放眼全國，新房銷售整體依然偏疲軟，但重點城市個別頂尖項目，只要產品力足夠，並不缺乏買家。多位房地產業內人士也認為，需要謹慎看待這一波行情，畢竟數量更大的剛需和普通改善型購房者才是支撐樓市的真正基本面。未來科創產業的中堅力量能否持續帶動改善市場，值得期待。但可以肯定的是，房產財富效應的恢復不會來自高端住宅市場的火熱，而取決於普通住房資產價值的穩定。畢竟市場信心回歸也至關重要。這個媒體要說這實話，也就是豪宅熱鬧，那跟咱們牛馬韭菜沒關係，實際上跟房地產市場都沒關係。不過我要糾正一下，這個杭州6小龍它就是成功上市，也只能影響3年以後的樓市，因為它都有36個月的禁售期，不是一上市你就能賣啊。你想賣你套现，你得3年以後。當然極個別的那大股東，一上市了，他把股票抵押出去借錢買房，這有可能，但這種我覺得少。現在在上海、深圳買豪宅的，還有北京，那都是現在趁着科技股硅基这個板塊暴漲，這些人他在套现，不是新上市的企業。大家也知道，深圳南山有多少上市公司啊？一個南山區的就有300家、400家。你說上海多少上市公司？杭州也不少上市公司啊。北京就這地方本身上市公司就多，如果它裡面有一些科技板塊的，正好在去年和今年科技板塊熱就硅基熱的時候，它股價莫名其妙漲了3倍、漲了10倍的，大股東他能不套现嗎？高管趕緊套现，好不容易來這機會了，一套现，人家手上有錢。那幹啥？換綠票子也換不了，能換的人家換不了的，那就買房改善唄。
豪宅，对不对？反正這個錢都是股民給的。你說我告訴你，他買了那個1個億的房子，到時候跌成5000萬，人家也不心疼，因為這錢不是他的，是股民送的，這是公益資金，人家是含淚收下，含淚兌現股票，含淚去買這個1億元的房子，都是懷着感恩感謝的心情，對吧？到時候這個房子到时候腰斬，人家也不在乎啊。所以有很多房吹這個，你有什麼用？跟你有啥關係，对吧？你看到這些豪宅價格漲了，有什麼用？而且大家記住了，豪宅一手房会貴。但是你要賣二手房，那就不好意思，你1個億買的，你說你要賣二手賣，他就賣不了1個億，他只能賣6000萬、7000萬，你這只能打折，你不打折賣不掉。有钱人家都不想買你二手，人家都要买一手，人家不在乎錢，都要買新房，所以你这二手豪宅就不太好卖，那你就降價玩命降。现在跟硅基相關的一些人確實賺到錢了，但是這個人數是少數，這人數不會太多。第二個，它也不會太長，因為硅基泡沫今年能破，明年也有可能破，或者後年。對，這個泡沫一破，這些現在站在風口浪尖的人，說不定到時候就跟許老板一樣，是背着一屁股債，到時候就是蹬縫紉機，誰笑到最後還不知道呢？不一定。10幾年前，王老板、許老板、孫老板、楊老板，哪個不是揮斥方遒？哪個都上個城樓，都上個晚上7點的節目啊？哪個沒上過啊？哪個沒在那個特朗普特羨慕的那個場所開過會？那現在一個個的人嫌狗不愛的，蹬縫紉機，老賴的老賴，對吧？如果你要不理解這些東西，周期這些東西，那你永遠認知是比較低下的。在當下，這個座上賓和階下囚也不過是一線之間，所以我們要關注普通人，關注芸芸眾生，關注普通牛馬。我們普通牛馬是不是賺錢越來越難？你普通牛馬如果賺錢越來越容易，我一直說的，那如果我們賺錢越來越容易，房價一定會穩住，房價一定會漲。你說大家有錢了，肯定要去買房，改善生活。你賺錢越來越容易，你想低迷也低迷不了，消費它也會起來。為什麼消費不行，房地產也不行？那不就是你賺錢越來越難嗎？你都失業了，對不對？你35歲找不到工作，這碼農頭髮薅掉了，工作也沒了。即便有工作的，工資也在降。你在那兒就指着房價漲。你怎麼漲？漲了你能買得起是嗎？這個專家和這些房吹他們的邏輯是另外一個邏輯，只有房價先漲，房地產火了，帶動其他產業，產業火了，這些相關人就賺錢了，這收入就上去了，大家收入才能好。但是你又忘了是吧？10幾年前那房價那麼火的時候，你收入也沒漲啊，漲了嗎？貪官的收入漲了，各個地方政府花錢花多了，你還不是一樣嗎？所以這缺心眼的是吧？天天說你唱空的，這人，你說你的缺心眼出到什麼程度啊？房價漲，你從中占到什麼便宜了？房價漲誰最高興？賣地的最高興，因為你的房價裡面70%是地價，或者是地價相關的，是由政府拿走的。所以這個價格越高，誰越開心。所以他不容許你說房價不行。你要說房價不行，就給你發個口罩。你以為你賺了3瓜2棗的，你那房子上面大頭讓誰賺走了？這個。我在以前說過，如果你是通過房地產，政府把這個錢收集到一起，如果他把這個錢用來改善韭菜的保障，是吧？提高韭菜收入，那也可以。那我們的收入在同步增長，我們的保障也在增長，這個時候房價同步增長，這是合理的，這就是正向循環，是好事。但是大量的錢被搞去之後幹什麼？浪費掉了，變成這個宏偉的工程，變成老幹部療養所、療養中心。100多億，變成了什麼？廣場上的反申訴，變成婆羅門灰色收入，變成這個了。它沒有變成韭菜的福利保障，它沒有變成韭菜提高收入的一種投資，浪費了。過去10幾年房地產高歌猛進，告訴我們的工資收入從多少？我是親歷者，整個房地產2000年開始起步，實際上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起步。那正好我是參加工作，開始拿工資，到現在。那我們的收入和房價，我也只能說跟房價打個平手，就是我的收入，那絕大部分是達不到這個水平的。北京的房價從3000漲到10萬，差不多這個價格，你說漲了多少倍？但是你的工資，你能漲到這麼多倍嗎？當然了，經過這5年的回調，感覺好像是這個收入和房價差距稍微小一點，但是還是很大。尤其是北京，現在其他地方可能還好一點，因為北京現在在推這個第4代住宅。第4代住宅一出，基本上其他的二手房，尤其是你附近的二手房，
基本上你就只能等着跌。第四代住宅的價格哪怕跟你二手房一樣，你二手房肯定賣不出去，甚至现在第四代住宅比二手房卖的還便宜。你说你的二手房你要往哪儿卖？谁还去接你的盘，对吧？现在你看看北京的报道，现在是二手房，北京的二手房一出，它到什么程度？有的小区，有的项目，它不是1期、2期、3期，第一期是老的住宅，第二期变成4代住宅，結果第二期比第一期還便宜，4代住宅還便宜，4代住宅最起碼得房率要高。你原来的住宅得房率，你不叫得房率，那叫什麼？你叫公摊是吧？你建筑面積100平。使用面積只有70平，你现在第四代住宅，你買的房本上建筑面積是100平，但是到手是120平，你说你怎么弄？誰還買你那個老房子？如果這倆價格一樣，甚至新房子價格還便宜，你老房子賣給誰？不对吧？你只能打折再打折。現在北京這個現象非常突出，現在北京到處在推4代住宅，這4代住宅一出，旁邊的小區人就開始舉報你這個封陽台，舉報你這個什麼設備間被封，這都是違反那什麼設計的，所以這樣的報道非常多。為什麼？因為你第四代住宅你要這麼整，那前面買房子的褲衩子都賠掉了。但是這個現象肯定會是像全國其他地方也會第四代住宅越來越多。我從去年開始就一直提倡用消費的眼光看待房地產，有錢你就買享受，沒錢老老實實租房，沒有必要被那些缺心眼的認知低的人帶到溝裡去了。什麼賭房子，我現在買能賺錢，我現在貸款七大姑八大姨借錢付首付，然後貸款上車，明年一失業就上吊，何苦？所以說咱們就是消費眼光，你有錢你夠了，那你就買，是吧？不夠了你就老老實租房，你沒毛病啊。因為現在房子多，無論哪個城市，現在北京上海房子是過剩，不要擔心你花錢租不到房子。現在是無論是北京上海房子不好租，過去你的房東的房子只要一掛出去，過去是你像北京，你這樣一掛出去1-2天就能租出去，後來變成7-8天，現在你很多房子一掛出1個月都租不出去，偶爾有人問一下，一問人家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就不租，反正沒看上。這個在上海有房的可以出來說一說是不是這麼個情況。這跟20年前能一樣嗎？20年前你租房不好租，你知道吧？你租房你很難租到你稱心如意的房子，房東的房子一掛出去1-2天就租掉了。所以說來說去說1000道1萬，就是你借錢加槓桿買房不值得，風險很大。無論你在哪兒買，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還是什麼在4線城市，只要加槓桿貸款買房，恐怕未來3年自己找根繩子吧。因為我覺得恐怕新的一輪下跌正在醞釀之中，有可能今年年底大家也会看到暴跌。所謂的暴跌恐怕就沒有成交，房東也不想賣，別人也不想買，就跟那個縣城的房地產一樣。那縣城的房地產，你說它多少錢1平米不知道，反正沒人買沒人賣，就凍結住了。未來就是會出現這個情況。那從今年的高考人數暴跌就能看出，明年高考人數更少。這實際上反映出家長的一個態度，就是不會再為孩子上學玩命的投入了，因為投產比非常不合適。現在人都想明白了，孩子只要健康正常就行了，對吧？反正是送外賣送快遞跑网約車，你學那麼多數理化幹啥呢？天天刷題有啥用呢？對吧？所以現在人家長都想明白了，這孩子一看能正常就已經大功告成了。畢竟還有10%幾的孩子有心理疾病呢，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普及。隨着時間推進啊，越來越多的家長會持有這個態度，不會再給小孩上學這塊玩命的投入，不計代價的去買什麼學區房，不計代價的去給人報什麼補習班，不行再補習1年，再補習2年，這些慢慢的都越來越少。那這就會導致什麼？導致學區房價格會暴跌。這現在學區房價格還沒有暴跌，雖然跌了，還沒有腰斬，接下來就要腰斬。後年小孩也越來越少，再加上家長想明白了，誰還給你去捲這玩意兒？一套學區房一跌就幾十萬、100萬沒了，那你說你送外賣，你得送多少單？我們再看一個自媒體文章，是一個北漂寫的，說失業後一家3口在北京租房躺平。上1個月班，盡量花一半存一半，也不容易。失業後一家3口租房，他說我只上了10年班，10年零4個月，有4個月是還沒有畢業，沒有交社保，可以算實習，也可以算工作。那時候工資只有1800塊1個月，加班好像也是沒有加班工資。實習的時候還回去半個月
論文答辯、拿畢業證啥的。因為幹得很不開心，所以我裸辭了。說回去火車票、生活費、聚餐啥的，半個月工資肯定花了，4個月只上了3個半月，工資肯定也只有3個半月。我記得我辭職後1個月沒有找到工作，但是怕我爸媽焦慮，我每天準時早上出門，包裡揣個號放活，去深圳人才市場或者羅湖人才市場找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急，而我還辦了個羅湖人才市場的月卡。我記得8月底，我拿着包坐在洪湖公園的椅子上，邊吃冷飯邊想，開學給了1000給弟弟，我手裡只有1800，這1800我還能花多久？因為吃住在家裡比較省錢，但是每天都要跑出來找工作，公交、水各種都是開銷。我想我這1800應該還能撐3個月，不用怕，慢慢找。在被多家公司拒絕後，甚至被有家公司羞辱後，我終於上岸了一份工作，轉正後2500，餐補10塊錢一天，雙休，加班法定，五險一金，算不上多好，但是至少生計不愁了。我還沒上班就想退休，上班10年，工資從1800到7800，最後離職到手1個月也就5000元，但是每年基本上都有1萬左右的加班費，上班多少？每年有1800的福利，它是貨代行業，年底雙薪是標配。一般外企貨代還會4月份的左右調薪加績效分紅，加上把住房公積金取出來，反正從深圳辭職過來，加上把住房公積金基本上都提出來，手裡一共賺了60-70萬。其實我這10年工資大概也就60-70萬，但是攒了60-70萬，很多人都覺得疑惑，怎麼做到的？就是住在家裡省很多錢，很多人打工1個月在外是需要租房子的，但是我算幸運，我們家正好在我畢業前2個月買了房，當時很偏遠的坂田，在上班大部分時間在鹽田港和前海灣，當時地鐵沒有現在發達，所以上班這一年我省了租房的錢，但是花了大量的時間在通勤上。二是上班的时候飯都基本上從家裡帶，我辭職前2-3個月開始寫帖子，那時候上着班，基本上7點左右到家，我先吭哧吃零食，吃完馬上做飯，一般做4個菜，8點左右吃飯。那時候一般就我和爸媽在家，我爸媽當時都願意上班挣錢，不願意做飯，基本上我下班回家就做飯，吃飯前基本上把第2天的飯帶好放冰箱，每天省10塊，10年下來省出幾萬塊，這哥們就極致的省，不花錢。第3個，我打工10年，因為一家人聚在一起，沒有回過老家，省了一大筆支出。而我的家人很自立，也很愛我，他們自己養自己，所以我幾乎沒有花啥錢在家人身上。也就是他的工資整個的一拿到就存，基本上不花錢，除了坐公交、坐地鐵，少參加無效社交，盡量少人情走動，喜歡 AA。我在工作那些年，和同事之間往來基本上都 AA， 這樣大家都很輕鬆，不喜歡請來請去，不喜歡別人占我便宜，更不喜歡占別人的便宜。君子之交淡如水，親戚之間也盡量這樣，親來親往，莫讓人情成為負擔。廣東有些風俗我特別贊同，別入彩禮親，比如人情親、紅包親，廣東應該算是特別富裕的省份了。在婚喪嫁娶方面，我站隊廣東。像我老家一個貧窮的小山村，結婚彩禮10萬往上走，還要酒席排場各種，就算不買車不買房，沒有個10幾20萬，新娘子娶不回去。葬禮排場更是誇張，幾天幾夜10幾萬是標準場，幾十萬也不是沒有。就這還不算，人家還會說哪個村兒女有出息，人家光鞭炮放了多少錢，菸酒花了多少，戲唱了多少天。我今年40歲，現在手裡只有40萬左右，扣除社保15個，給老母親備用金5個，實際上能使用的資金只有20個左右。雖然只有20個，但是我買了社保，如果12年後我可以領到退休金，每年也可以使用1萬多。1萬多雖然幹不了啥，但吃飯是夠了，加上我還刷金幣寫點東西，20萬算1.5個點的利息，一年自己能產生3000的利息，抗風險能力不是很大，但是勉強也夠用了。我的個人感悟是，越是窮越要攢錢，因為錢能生錢，而不是掙了就花，一輩子勞勞碌碌，最後2手空空。也就是这哥們把自己的錢花到極致，上班10年在深圳攢了大概60萬，媳婦2個人雙失業，
跑到北京去了，在北京租了一个房，带着孩子在北京過日子。都说北京是一线城市，生活成本极其高昂。其實北京很大很大，除了市裡面房價太高，房租太貴，吃喝用度和其他地方差不多，甚至和縣城相比也不算貴。我們在北京大興區某個小鎮租房住，緊湊的小兩房，加上公立幼兒園，每個月也只要2000元左右。關鍵是北京租房是房東包物業和採暖，我們老家也沒房子，房租還要貴一些，所以即使躺平不上班，繼續窩在北京也是當下最好的選擇。這個作者說的是相對比較真實的。北京的租房是，比如說你這個房子一個月5000，是含物業費和取暖費的。你是租客是不管取暖費也不管物業費，而且北京你說市中心恐怕貴一點，你像通州什麼大興，實際上菜價什麼東西都很便宜。就很多人以為北京很貴，實際挺便宜的。而且北京的電、水和電還氣都比3線、4線城市便宜，北京的電也很便宜。所以如果你要是窩在北京，你就在北京，不出去什麼去高檔餐廳，當然北京也是這樣，他用最低的水平生活也可以。但是你說你想花錢，一晚上花幾萬，那也有地方讓你花。所以北京它空間比較大，不是說你沒錢就在北京活不下去，不是這樣的。你看他租個兩居才2000塊錢，在大興，小孩上公立幼兒園你不用交錢，一個月恐怕1000多塊錢吧。公立幼兒園完了，北京的肉是很便宜的，肉什麼副食蛋奶那都很便宜，不可能比什麼地級市貴，只會便宜。這一家3口40歲遭到失業，人不幹了，現在就躺平，手上也就存了這個40多萬。他把40多萬已經安排好了，有5萬是給他媽的備用金，萬一生病亂七八糟的事情，自己留出10幾萬是交社保，慢慢交，還有20萬現金，這準備存在銀行定期。實際上這就是我在會員節目裡面經常說的，你得留出5年的家庭開支存在銀行，你就不慌。夫妻倆租房為啥不慌？他沒必要慌，對不對？他又不是沒飯吃，他一個月開支很低，房租才2000塊啊，他賬上還有那麼多錢，人家不着急，所以人家叫躺平，人家租房，一家3口在北京躺平。但是你想，如果他把這錢首付買套房，剩下的是按揭，首付還不夠50萬。完了，這一家人恐怕現在覺得只能上吊了，找不到工作，那怎麼辦？所以自媒體的他寫的可能有些誇張，但是這就說明租房也可以活得更好，很好。你有首付錢，不如存下來，就像這個博主一樣租房住，到時候失業了，你還有躺平的底氣，你還可以對那些不好的工作說 no。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